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坤哥，欢迎收看6月2号中嘉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市政总质询。曾经被列为蠓仔馆的海岸路地下街，已经成功活化转型做海岸路地下停车场。不但使用率真高，嘛有侪大型方便的设施甲服务来得奖。不过，议员安玉峰上午到现场勘查，伊话发现有真侪缺失，需要求市府尽速改善。议员洪玉峰在市政总质询当中，对着海岸路地下停车场的环境设备做一个总体检。伊指出，停车场伫委外经营以后出现的缺失，包括讲线伫地动过后破损无修理，电梯有民众受困，但内底竟然无通讯设备，会当进行通报，以及消防安全系统故障，却无马上改善。那你看它那个跟外面的紧急连线都是断线的，都没有，而且内底是无通风设备，高温没有通风设备，所以它的基板常常宕机。曾经发现，规个电梯开，死一片的狗遐，好佳在唔是死人的，迄温度迄哪悬，一个人若去互伊藏伫个电梯内底，无法度通啊开起来，迄是会出人命的呢。另外，议员也关心到文化资产的保存问题，表示已经有200多栋历史的小世界校房，伫地动过后出现破损，质询文化局修复的进度，并且考试市府对着8天雨夜当上使用尊敬的态度，甲上紧的速度复原，但对着200多栋历史的文物，却是采取无同款的态度。像日本时代假的古迹，安尼100通档的物件。有输阮这200几档会输迄个100多档的吗？咱的台南的文化是有400几档的历史，唔是干那日本人迄个101档尔。你如果说你面对这个八田雨衣的那个雕刻，几十年的雕刻，你们用那么慎重的态度去处理它，为什么你面对这个200多年的市定古迹，你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对市政府你的文化处理，我很担心呢。文化局强调，对着任何的古迹文物，拢是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并没有任何差别。同时也表示，会后会进一步了解修复的进度。但是，加上郭国义采访报道。有关新市甲安平卫生所医检师伫退休以后，卫生局决定以护理师来代替医师，来引发过程无透明、无够顶真的争议。上伫总质询，议员蔡小辉嘛认为，这款的做法将影响医检师的权益。针对安平甲新市区卫生所医检师将退休，而出亏的部分将由护理师填补。议员蔡小辉对此表达不满，认为这种的做法将会影响医检师的权益。最近安平区新市卫生所出亏这个医检师，你也回了文给我，你说目前已暂缓办理临补作业嘛，所以你愿意让他继续空缺在这边，是不是？伫屏东因为那是成立迄个医检中心嘛吼，你讲是毋是逐个卫生所有一个医检师？这我会来甲嘛请教看卖啊。另外，对着市府正在规划的检验中心，议员蔡小辉也质询卫生局，对着地点的选择、空间以及能力的部分，是不是已经拢做了初步的计划？我拜托你了哈，你当我们卫生局长，不管能够当多久，希望我们基于你。医事检验中心的成立能够越快越好，食安检验中心的成立能够越快越好。那我请教你，你既然有这样的打算，你医事检验中心要放在哪里？大部分的迄个仪器拢伫新营。大部分拢伫新营，所以我们只会成立医事检验中心，不会成立食安检验中心。这个检验中心，我想名是不重要，伊的检验中心不重要，伊检验中心等于负责在做这个工作啊。对着检验中心的设立，市长赖清德是表达支持。伫能力的部分，也建议将卫生所人员报到检验中心。伫未来也必须甲各大学食品厂合作，以提升检验中心的设备甲品质。
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伫西港东外环岛南端伫地方的期待之下，总算伫今年4月26日由内政部审议通过。上议员蔡秋兰透过总质询，对来感谢市府的大力争取，同时嘛关心接下来开票进度。伫今年4月份，议员蔡秋兰动员乡亲前往内政部表达支持开辟西港东外环道路南端。同时，市政府也派出副市长吴宗龙前往。经过大力的说明甲沟通，总算伫4月26号伫内政部审议通过。对此，议员除了表达感谢，也关心接下来进度。是啥物时阵会当来执行？简单吼。经费的争取，都市计的变更，以及着这土地征收吼，尤其是在征收的阶段吼，征收东外的这个手续，蔡议员一直支持参加咱的说明会，参加咱的审查会吼。现在这个征收已经通过，阮已经咧办理这个地上要拆除的这个发包的工作，所以伫这个这个月后个月吼，这个拆除的工作，阮就能发包出，所以预定时间吼，大概伫这个咱年底进前。另外，议员指出，7个地区长久以来拢无重大发展，是因为政府拢无实施都市计划。伊表示，已争取多年的7个区都市计划，总算伫今年4月份进入第2次的说明会。伊呼吁市府未来不管是伫主体，或者是行政、农业区的设计上，拢爱规划周全。咱都市计划伫咱所有37区内底。差不多剩无几区无都市计划，因为呢，咱第1次说明会甲第2次的说明会，就是拢有遮侪人来参与，可见阮的地方非常需要的咱的都市计划，因为呢，咱的7个区的都市计划未来会牵涉到咱工业区所有。工程所有的工厂来迁入伫咱7个区内底，所以呢，伫咱7个来用这都市计划呢，对着阮地方非常的重要。因为即摆进度呢，咱局里遮是毋是会当来甲我讲互阮乡亲时代了解？我想这案阵顺势来推动对咱7个区以后的这个这个都市化的这个所在发展应该足有正面的这个意义啦。同时，7个科技工业区开发计划现在已经得到内政部同意开发，议员期待未来结合都市计划来带动7个沿海地区发展。咱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关心到后一届市长选举的颜顺泽，以过去做过6当副县长、甲6当副市长的丰富经验，详细规划了各区未来发展甲建设蓝图。上午伊嘛正式发表竞选歌曲甲第1波文宣，率先插入党内初选气氛。搭配着竞选歌曲，担任市长民进党初选参选人颜顺泽以及伊的竞选团队，展现出团结的一面。这届颜顺泽正式发表伊的市政建设政见，用趣味的市政大富翁的模式，将各区的未来规划拢写了真清楚，有具政策的延续，也有新建设的规划。过去12年来，我当过台南县副县长、台南市副市长。那许多参与的重大的建设，还有未来我们继续要做的一些建设的一个蓝图，匆匆用大富翁的方式来做呈现。我想这是给台南市许多机会，也是台南市民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候，所以我们就首波来推出来。那里面比较重大的亮点，就是我希望能够在大一点的选区里面呢，都能够有一个演艺中心。毕竟台南市呢是一个文化的首都哈。那我们希望各个地区的民众都能够就地去欣赏比较精湛的演出，所以我打算再多设3个演艺中心，包括大北门区，包括在嘉里，包括正温区在麻豆，包括山区，我们希望在玉井了哈。那还有过去的我们未来的许许多多的一个各地区的建设呢，这里面我们通通都有写到哈。
包括这个关田公所对面这个那一块台糖土地的一个活化了哈，还有这个东山水的温泉的开发，包括关庙呢，对86线关庙段的高架化哈，种种这个地方有许多的，我们会把文宣用夹报的方式、派报的方式呢，还有在我们脸书上面呢做一个发表。总共有12档，伫咧台南市参与市政建设的丰富经验。甘顺者自信来表示，假使因若当选台南市长，无需要适应期，对台南市的市政会当马上上手。台南市这个6个区域，咱行过6档外吼，现主市的每一区咱拢捌行过，会当讲咱规个这个足迹遍布37个区，752个里。那么现主市所属的每一个这个政策，咱拢对头的规个咱拢有做一了解，包括政策形成的开始。到执行，还有执行碰到的困难，未来的改进方案，还有咱规个真侪现主市的建设呢，那么拢非常了解，所以我想我是上了解台南市的人，台南市政的人，然后我来做这个市长会当讲是马上上手，不用再摸索。竞选总部已经成立，同时积极发表竞选歌曲甲第一波的文宣。台南市长民进党初选参选人甘顺者，展现十足的企图心，也为选战的政见战争揭开序幕。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被称作人间国宝的陈秀仪上早挂名的作品，就是担起中光景的门神。不过因为50几档的风吹日拍拢经褪色，所以市府甲蜜蜂协商，决定甲专业的高级修复公司合作，并且伫修复完成以后，由蜜蜂关护文化局来保存。相当细腻来将已经包好的门神插板刷到定点，并再一次包起来，互伊会当受到一层一层的保护，更加安全。因为接下来专业的高级修复公司要将因运送到嘉义，进行高科技的检验加修复。我们门神今天在做完战役加固，然后首先会先运送到台南艺术大学博物馆学古物维护研究所。到里面先去照射 X 光的动作，那目的是为了要透过 X 光的摄影，把下面承受仪下面陈玉峰的彩绘的那个线稿的图像，把它做个记录，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之后才会再由我们的专业的运输团队六民村他们打包好，再送到嘉义的工作室。那送到工作室以后，我们会做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先把包装打开，然后把粘性加固纸编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先做彩绘层的加固。那加固完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做后续的像紫外线摄影、红外线摄影，然后彩绘层的切片分析等这些科学的分析。那分析完以后，我们会找一块做修复标准区，然后拟定适当的修复方法、修复材料以后，交由我们当然写入报告，交由我们台南市文资处去做找审委员来做审议的动作。中光中国宝级的陈素仪大师的作品，别方伫咧经过一番的讨论以后，也打算伫咧修复过后，大方送予市府文化局来做上界良好的保存。这对庙门的由来起手就是陈玉峰，玉峰咧接互伊的后生陈素仪，陈素仪即摆了，到阮庙里面搁再修理的时阵。伊较搁甲复古，要复古，政府讲要甲留咧做伊的古物，所以较早搁换两片新的，即摆现在咧用的迄两片新的，所以这对旧的这个庙，我即摆就是因为要献互咱的文化局来处理、来保存、来保存安尼。这届的修复工作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精神。希望将陈素仪大师的作品，伫咧无破坏的状况之下，完整呈现出来。未来修复完成的门神插板，也将提供给民众用来熟悉中华宫的历史，作为教育用途。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先歇稳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打开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药啊，变怎食健康？虽然药在顶面拢注明，病人嘛无清楚，拢会当询问药师。不过为了配合南部民众讲话习惯，基比下中心特别训练每一位药师，拢会当用台语甲病人沟通，传达健康营养观念。因为南部患者，尤其长辈，大部分拢是以台语沟通。基比医学中心为了传达正确的用药观念。加上药师愈来愈年轻化，袂晓讲台语，或者台语讲袂认得的真侪，所以基比病院特别设计药物咨询情景，互药师面对只会当用台语沟通的标准病人，解说药物使用方法，训练药师台语沟通的能力。我们药剂部为什么要推动这个台语教学的一个课程？因为我们就是在实际的一个教学呢，发现到说我们药师在讲台语的时候常会闹笑话，比如说烫青菜、公藤青菜，这样子没有人听得懂，对不对？我们更担心，如果他实际在跟病人面对的时候，卫教上面可能会出现鸡同鸭讲，病人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用药的知识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平常会利用 OSCE 的一个教学，还有台语的一个互动的课程，来提升我们学员学习成效和讲台语的自信心。希望这样子可以让来我们奇美医院领药的一个民众都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用药资讯。开始这项训练，基比病院药师台语讲较袂认得的比例为5成8降到2成2，而讲台语自信也为1成提升到7成以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弱势族群过生以后，麦当行得有尊严，高雄营总担婚姻对3档前甲万安生命礼仪公司合作，只要一寡较困苦的患者往生，病院甲礼仪公司拢会协助处理后事，互家属相当甘心。根据高雄营总台南婚姻社工室表示，平均2-3个月都有一件因为家境的关系。家属无法度为往生者办后事，所以营总台南病院为3档前，就甲民间礼仪公司合作，将医疗专业衔接生命礼仪，互病人临终行了较有尊严。往生者不是每一个都是很这个风光的，有很多是很社会很边缘，很比较贫困的这个人们。但是我们怎么让他们有一个最有尊严的，那么最有人性的光辉的，也是让再生者也能够用最大的敬意来办他们的身后事的。那当然这些都要花了不少钱了哈。那所以我们医院呢就有希望能够集合到社会各慈善团体的力量来帮忙来就是完成这个往生者跟家属的心愿。我们万安公司也因为医院的一个社工这边的一个转介，那院长的一个沟通协调那把这个就是慈善的这个个案那转介给我们公司做服务。那公司这边也本着这个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一个态度和心情那也尽力的协助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些个案来完成他人生的这个最后这一段路程。那也感谢医院院方这个院长还有社公司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回馈这个社会那这是我们发心的一个做法和原因。医方表示，该公司抱着处之社会、用伫社会，3档来主动帮助无依家庭善后。上午要曾经接受过帮助的家属前来致意。感谢医方甲礼仪公司的善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代台湾文学馆的系馆原本是日本时代台南艺术病院，该建筑伫今年5月1号拄好满100岁，所以该系特别举办回顾展览，佮请来曾经伫遮工作的护士回想当年点点滴滴。
这栋古色古香的清代台文系戏馆有厚厚的历史风味。伊伫咧日本统治时期是一间卫戍病院，后来台湾光复以后，成为陆军北控署病院。曾经伫遮做工课过的护士，也特别倒来看卖这种建筑，非常过往的时光。增添了一番的新的气象，也增添了很多的新的设施，但是也保留了原有的值得纪念的那个老的建筑。让我们这一代的老人感觉到非常的欣慰，也更觉得很有意义。今年这栋老建筑欢庆100岁生日，校方表示，这栋建筑物有伊特殊的意义。目前由台湾武学系伫遮进驻，一定会有更加侪丰富的故事伫遮产生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系现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个人觉得呢，在这个环境之下，一定可以让他们在从事教学研究的这个方向能够更有帮助啊。因为你走到这个庭院看看，你就会被他的这个情景所影响，然后呢，就会激发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欲望跟成绩。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庆祝这个台湾戏馆100周年的这个使用。我希望呢，在下一个世纪，下一个100周年，我们不仅可以庆祝台湾戏馆200周年使用，我们也可以庆祝台湾戏呢这个跨越100年它的这些成就。原来即马也当咧进行小东路15号的时光机戏馆空间100年回顾展，民众会当来看卖当时这栋建筑物作为病院的时阵救了偌济人，以及医生护士当年做工课时阵留落来的器具，一点一滴拢记录着伊一路行到即卖精彩故事。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湾知名配角工艺家叶法元的作品充满乡土的趣味甲大自然风情，每一件作品拢展现出伊对台湾这片土地之爱。现主是伊的创作正伫台南文创园区展出到7月2号，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无论是刻画人物的表情、做事人辛苦的模样，或者是高雅的姿态，也有睁开的风光，叶法元老师全部运用家己上介高的皮雕，将因完美呈现。叶法元老师真早就扬名国际，一开始就是螃蟹系列开始。螃蟹系列的制作就是利用立体皮雕的创作技巧，把它塑造出来，就是把螃蟹那种螯肢粗壮啦、眼睛炯炯有神的感觉塑造出来，而且它也加入一些民俗意涵，就是大蟹、小蟹争多蟹，左右逢源，八方得利。那一只虾、一只蟹在荷叶上叫做一家和谐，所以我们跟民俗意涵结合，是一件很特别系列的作品。叶法元老师的作品兼具创意甲工艺之水。原本伫咧学校学习电机的叶法元老师，因为一个机缘，接触到皮革创作，去互皮延展性甲耐用性轻轻吸引，所以决心要投入皮艺术创作，不断钻研，才将皮革艺术做甲遮尔完美，也一届又一届得到国内外大众肯定。甜点系列当初创作的发想，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都市丛林里面，最需要这种绿意盎然的感觉啊。那我回到大溪老家的时候，看到这种苦瓜在棚架上那种蓬勃生长的意涵在，所以我创作了这个甜点系列。这个甜点系列也让我得到民族工艺奖1等奖，而且这个奖项也算是对我一个非常大的肯定。这届总共有5大系列的创作要来展出，每一个系列拢有无同款的特色，甲创作上无同款的困难度。这次的展出将近有60件的作品，是我30年来所有的创作，其中包含了螃蟹系列、螳螂系列、甜点系列，还有蚂蚁系列，以及丰收人物系列。那我的创作是可以说在生活的经验跟大自然的取材，所以所有的作品的话，就是非常特别，完全是利用皮革把它塑造出来。也希望作品的呈现，大家
能够体验到生命的喜悦跟生命之美。这届的田园乐庆丰收，也发完配塑艺术特展，将伫咧台南文创园区展出到7月2号，欢迎民众前来欣赏这国际知名的配革艺术创作。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接着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雷阵好天气，温度27度到28度，落雨记录8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7级，上加阵风10级。感谢收看6月2号中间点新闻，咱再会。